你我且在此地稍待片刻，待这灵气化身与灵身本体融合，略加酝养稳定，便可离开了。放心，这盒子上没做手脚。唉，现在老鬼已死，老夫还需要你联手讨伐基因呢，没理由再下手对付你了。生气了？哎呀，你是知道的，老夫被自己徒弟害得这么惨，总要有点防备的。你实力过关，脑子够用，老夫真的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付你了。这是那个老鬼的本命金火，老夫留着也没用，就给你拿去玩吧。